龙市太平区中隆路沿线，也就是俗称的136线道，这是当地车友做去体验甲摄影热门地点。因为市上这桥道歹呢，电风神超速过弯，失控离残。警方要加强处理改装的车辆甲机动测速翕相。 台中市太平区136线道是真侪重型机车，佮有摄影手驾的所在。不过最近常常发生交通事故，太平警分叫卖执行1个月的交通大执法，加强机动车速照相，举发危险驾驶，以及配合环保监理机关执行取缔噪音车改装车外，将特别针对摄影追焦手纳入劝导的重点。 较特别的是增加看到摄影手，虽然目前交通法对摄影手无相关的规范，不过为着安全，警方也是会来提醒。山区因下雨路面边缘常有落叶或青苔，容易造成车辆来打滑。那骑车进入弯道时，更应该减速慢行避免事故的发生。提醒民众骑车要是较细致，避免发生意外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